桃园市交通局是统计讲，去年无人机违规有12件封开罚单，所以嘛提醒民众操作无人机进前爱先注册，嘛爱确定讲是飞伫合法的空隙，避免飞到禁航区去影响到飞安甲公共安全。细细台啊，操作阁真简单。这几年无人机的活动愈来愈普遍，真侪人爱用无人机翕美丽风景，或者是记录家己的生活。会不会觉得最近玩无人机的人变多了？有哦，每次放假都会看到外面很多公园啊、绿地都会有很多人在玩无人机。自己会想要玩无人机吗？如果去到那个山上，还是因为自己有会去爬山，我觉得山上有一些美景的话，会想要无人机拍。无人机的考照甲注册作业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伫咧核定甲办理。那县市政府是负责已经公告禁止或者是限制区域内面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申请受理，抑个违规裁罚。交通局统计，同期112年处地罚2件，113年3件，拢是个位数。去年是增加到12件，创2年来的新高。依据民用航空法，那如果违反的话，则依该法第118条之1至3裁罚3至150万。那由民航局以及各县市政府依法规裁罚。那情节重大者得没入无人机。对去年无人机的违规裁罚，交通局讲主要是无人机无注册、机身无标明注册号码，或者是无依照公告的限制区域时间进行飞行活动。希望民众伫咧操作无人机时阵，千万唔通违规，也莫飞离去禁航区，影响飞安甲公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